我还这么小，真的，家人们，当初大巴特说的我要跟他在一起，他要给我买维多利亚的秘密。现在我跟你讲，我跟他在一块，我连小西门的秘密我都没有见过。我大哥也说了呀，这不是我大哥说了吗？没事，弟弟，这就是我每天给你送的医疗费，你的生活好就行了，说的。我大哥不缺钱，没事，小夏娜。啊，是我的错，我说错话了，知道吧？我有该怪爸爸的，然后直接被踢了。但是惩罚你要做不做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哎，你自己被踢了跟我啥用？哎，我嘉年华都落到地下了，哎，你大哥有钱，我大哥没钱，是不是？这样子吧，我也不欺负你大哥了，我直播间2400个人见证着，我刚才从头到尾手都没有碰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这样子，我给你大哥最后一次做人的机会，给他一次最后一次当大哥的机会，给他一次最后恶心我的机会。来个抖音1号，我立马展示，我不展示，我全家死光光。你能不能做到？能不能安排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拿着我全家的名义。等一下，如果我大哥无论是哪个大哥给我上一个抖音1号，然后你直接给我上才艺，直接拿一盆水往头上倒，然后你说我大哥，这样展示就行了。你先把一盆水你给我安排好，你先安排好。不用安排，你上完我再给你安排。我不安排，不是，你先找一个盆给我拿过来。我不安排，我都给你信。少拿你那1把的大哥给我。